拢找阮某，拢毋是去单线是因兜，就是去带线是因兜去找。 是啊，伊无想看卖着。但是伊嘛袂使怪因某啊，对无？你一出太几啊10天对无？有当啊是几个月对无？迄查某人伫厝内对嘛会寂寞，久嘛会挡袂住对无？哎呦，就是冻笑无袂掉啊！这位小姐是千里瑞儿因老母的款，崩水我。有影嘛，我是讲较实在啦，他无法度打发时间。真的嘛，很无聊嘛。一般都是安怎？是拍一个麻将。拍一个麻将吼，啊，坐一个鸡啊聊聊天，东家长西家短无伴嘛是可怜嘛，嘛，我甘苦的。我是啊，佮困袂去。问题啦，你讲喏，阮某是这方面都无啥物问题。啊，无是阮某咧嫌我。 哦，定安尼出海掠鱼真艰苦，但是我倒来了，拢爱去签迄六合彩。哎呦，那就是你的不对嘛，对不对？讲句安尼，啊，无着安尼哦，毋捌着过啊。哎呦，可怜呐！是啊，对无？查甫人要跋筊啊，对无？我早就想讲，规气跳海落去死死吼。啊，对。但是毋知影怎，我因为我自细汉都正到受水拢袂死，一个跳落去拢自动浮起来。今天在闽南语歌谣时间里，为您安排的是有关于海的歌曲。 今天非常欢喜，会当邀请到闽南语歌后，这位对海的歌曲了解的也非常多，欢迎崩水鹅小姐方瑞娥。有情的太阳，可恨的沙漠，标阮满身的汗流甲淡糊糊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要走千里路途，阮。 为何流落苦海？好，唱得好，唱得好！哎呀，方瑞娥小姐你好，你好。今天很高兴来上你的节目啊！顶礼拜看你的节目安尼，你唱好安尼，哎呦，都当场安尼落雨安尼，想袂到今仔日你安唱海，你看，哎呦，你头咧唱歌迄个景色，哎呦，有够水的啊！害我唱甲如痴如醉，你真的吗？对呀，哎呀，这是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用心的。对。这个唱到什么像什么，不过您这个千万不能唱火的歌啊！火，阿们鬼拢要修了，帮我修了。哎呀，今日邀请到你来唱这个关于这个海的这个主题啊。海的歌，我想你唱到这多年啊，应该就有心得。心是海，方瑞娥的歌声。海面茫茫是海，茫茫是。 太好听啊！哦，这个海边的风真好，都有人来交料，那安尼啊。月查甫彼一天，船要离开琉球港，只有船沿白茫茫，全无边，又来相送。我把表阮心叮当，看无爱，天啊你人，艰辛轮着顺情梦，带着伤无来出发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这位先生，哦，阮两个伫唱情歌唱甲安尼好啊，对啊，大家歌曲唱安尼都有它的味道。哈，你这唱出来马上就变就悲伤的场面对，这条海那变较悲伤嘛。就悲伤当悲伤的问题啊！我啊，这个人呢，嘛是一个算讲真感性的人物了，对。感性的人，性感我是唔敢。是安怎？恁唱歌的时阵，吼后壁拢有大海。哎，我出来唱，都存一个洋水晶底下，像老师底下那个。哎呦啊！这时我心情就开始咧郁准，尤其佮加上我的职业，我若看到海，甲恁看到的感觉完全无共款。
嘿佫无共款，是安怎啦？唉，我是一个行船人。哦，行船啊，的人，但是行船的人真多啊，是大家都嘛嘛真快乐，对啊，是安那比较悲伤那。你也知影，逐工伫办公桌顶头，伫遐办公的是即个人，甲逐工咧吐海的人看到海是无共款的。哦，对逐工咧吐办公室的人，若去海边的时阵，哦，感觉到这海风。哎，那么可爱的阿风来吹海边，哇，伊就就感觉。轻克桑的安尼。海上，啊，逐工伊咧看海，但是逐工咧吐海咧，靠掠鱼咧食饭的人，看到海就小可会神安尼。哦安尼哦有影，但是你转来厝一定有人咧等你啊，对吧？都是厝的问题。哎呦，我的情绪就是互我的厝的阮某去害着。哎呀，我逐摆若出去掠鱼，嘿嘿， 3、5个月才有倒转来。大概若突然间倒转来，我3不5时啊，拢会临检一个。零件，恁某无伫的时候，无你爱零哎件。呦，你哪知影我要讲我某无得？哎，一定是安尼嘛，查甫人嘛讲某无伫就是零件嘛。我要零检安尼啊，嘿嘿嘿我学到这句看会出来，你可能掂了互临检的款。哎，无嘛。我来转来，拢找阮某，拢毋是去单线是因兜，就是去带线是因兜去找。是啊，伊无想看嘛，但是伊嘛袂使怪因某是啊啊。对无？你一出太几啊十工对无？有当啊是几个月对无？一个月以上迄查某人伫厝内对嘛会寂寞，久嘛会挡袂住对无？哪怪咧？哎呦，就是冻笑无袂掉啊这位小姐是千里瑞儿因老母的款，崩水我。有影嘛？我是讲较实在啦，他无法有影。度打发时间，真的嘛，很无聊嘛。一般都是安怎，是拍一个麻将，拍一个麻将吼，啊坐一个鸡啊聊聊天，东家长西家短无伴嘛是可无怜嘛，伴我对吧？你艰苦的袂使足我自私啊毋是啊，佮困袂阮某的去。问题啦，啊你讲安怎？阮某是这方面都无什么问题啊，，无是是阮某咧嫌我。哦，定定安尼出海掠鱼真艰苦，但是我转来了后，哎拢爱去签迄六合彩，哎呦，那就是你的不对嘛，对不对？讲句安尼啊，，佮无着安尼哦，毋捌着过啊。哎呦，可怜呐，是啊，对无查甫人要跋筊啊，对无？我早就想讲，规气跳海落去死死哦。啊，对，但是毋知影怎，我因为我自细汉就正高受水拢袂死，一个跳落去拢自动浮起来。哎呦，嘛唔通讲死对不？对嘛蝼蚁尚且贪生，对不？对嘛，对对，对嘛。跋筊你会使改啊，对不是？啊。莫拿走去，你个会使带。都可以使去带嘛，迄查世间的查某都多嘛，对无？何必安尼无？走去啊！我像我这款人，要倒去找某呢？哎呦，这是那是安尼，你免惊，马上我就可以为您介绍一位，介绍一个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哦，这位彭小姐，你看哎嘛，，是我吗？人水钱个多，外号叫股票方。哎呦，我算差了，你唔知？啊，你毋是甲我同款，下场嘛是妥妥妥啊但。是你若娶到伊，伊炒股票毋是炒单，你若娶到伊哦，减你奋斗了20年，哎呦，这你会使考虑一下。嗯人个水呢？安怎？嗯，可不可以嘛？什么可以兄弟？我说可不可以嘛？这款我唔敢娶。啊，我讲就是跟他介绍来都问可以不可以？啊，你那会使？你这对不对？我后摆我看毋是讲去陈先生因兜去找某，这一定找袂到的。你两个兄弟有够高追，拢在共创治啊，你晓无？对对，你讲的意思对不对就是讲，查甫人千万唔通去接近这跋筊的代志。对对，是啊查甫人。嗯，所以讲这个先生啊，我听伊故事，我即嘛完全了解啊。是你唔对，对吧？出行啊，这艰苦，赚的钱佫安尼跋筊，哎呦，哎，是某当然嘛去甲走去。对嘛，咱袂使爱跋筊，改对吧嘿爱？跋各筊。行各业拢会共款，绝对袂使念到这个跋筊的关系。对对对哎对对。呦对，所以讲咱做人伫这社会顶头，咱都爱鱼，卖跋筊。噔噔噔噔啊！对对，今天是什么节目啊？这是天天开心啊，礼与时间啊。好安尼嘿嘿。你讲的嘛，原来是有道理，所以讲我感觉足奇怪。好，一个人安尼2分钟内底可能就教导我都改起来，是啊这真正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以后你就会使快快快乐乐乐乐乐出房。去出旁，哎呦嘿，快乐出旁是一个歌嘛，是啊是啊要叫我到底唱这个歌，对对干袂使啊？那要唱这个歌不行，那导播不能偏心啊。啊你两个拄则唱歌后壁就，拄则迄个后壁的海是要安怎出来？干冰啊！干冰啊嘿，对对对先放落来，再刷落来，就干冰，我就导播把它变做海出来。特技镜头，对毋对？所以我若要唱，我嘛爱有干，咦，爱干冰，哎好，安尼啊！哎呦，就是放落来了。哎呦，快乐的出旁，安尼快乐啊！快乐啊！来，快乐出房。今日是
出发去。有限的海洋呀，欢喜出航的日期。白色的地平线，青色的海水。Come on me, come on me, come on me，来飞来，一路顺风念歌词。一个声响亮三分，快乐的出发。哎，来来来，哦，今日是快乐的出发期，有限的海洋呀，欢喜出发的日期。青色的地平线。